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政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，甚至医疗也需要得到当局的批准。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份文件显示，维吾尔族需要得到当局的批准才能看医生。阿克苏市库木巴省乡的一位村长在介绍信中说，我村里的某人由于牙齿不舒服而可以去医院治疗。观察家说，这起事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该地区侵犯人权的程度。美中两国正努力就北京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数量达成协议。过去几天，美国官员对达成协议的乐观程度有所下降，双方对北京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的数量存有分歧。川普总统希望在2年内每年增加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农产品购买，这比去年的86亿美元有了巨大增长，是2018年贸易战开始前中方从美国购买农产品价值的2倍。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，美国政府希望北京公开宣布采购计划，而不是以市场情况或中方的贸易义务为条件，但北京不愿做出这样的承诺。美国媒体以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，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向中东地区派遣1.4万兵力，包括数十艘舰船，以对抗来自伊朗的威胁。但五角大楼发言人法拉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，这则报道是错误的，美国没有考虑派遣1.4万军人到中东。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说，有关美国向中东派兵的指控是错误的，而且美国不考虑向该地区派兵。3个欧洲国家联名致信联合国，指认伊朗拥有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。伊朗外交部长5日回应，这表明欧洲国家无力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所作承诺。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·贾瓦德扎里夫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，欧洲3国就导弹事宜致信联合国是绝望的谎言，试图掩盖他们无力履行伊朗核协议所定最低义务。英法德3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名信中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·古特雷斯在下一份报告中告知安理会，伊朗的导弹项目不符合关联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国决议。由于地中海划界争端持续发酵，希腊与利比亚爆发外交纷争。希腊称对利比亚与土耳其11月27日签署划定2国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上边界的协议感到愤怒，称其公然违反国际法，因此将驱逐利比亚大使。事情起因是土耳其与利比亚政府11月签署协议，划定边界，并就扩大安全和军事合作达成协议。土耳其称，此举将保护本国权利，紧张关系还因土耳其在塞浦路斯近海的钻井作业而加剧。作为回应，欧盟已准备对土耳其实施制裁。